過來是有關到致癌油的案情有新的討論。律師羅中強來質疑，講這個中聯油資是泰山、福寶甲福壽三間公司出錢成立的。泰山背後的大股東是龍邦集團，龍邦集團的大金主都是出身中國的通緝犯朱國榮。羅中強認為，在台灣的市佔率超過一半的食用油的大廠，這個食安出問題，恐驚會危害到國家的安全。但是，有人認為，這款的講法並無直接的證據。有什麼話跟社會說啊？半暝行出台中地方法院，記者質問，攏無講話，伊就是中聯油資的姓余的總經理。法院10日裁定2000萬交保，致癌油風波繼續擴大。律師羅中強質疑講，這個代志恐驚甲泰山背後的大股東龍邦集團有關係。台灣半數的民生用油，軍方的所有的食用油都來自中聯，對國家安全的影響是非常大的。國內三大老牌食品廠泰山、福寶、福壽共同合股成立中聯油資，透過董事會共同推派董事長甲總經理，其中泰山是中聯股東之一。2023年，要甲龍邦集團爆發經營權之爭，最後是由龍邦退去。羅中強懷疑背後金主重大經濟通緝要犯朱國榮，要食安打擊國安。泰山的詹董就曾經提醒，那以朱國榮這樣的複雜的背景，並不適合經營民生的食品廠，而且是這麼大的大。伊嘛引用3年前前泰山董事長詹景超公開事件，當時伊認為講龍邦集團有意要買泰山，進一步取得中聯油資的經營權，並且認為講金管會審查時，除了財務因素嘛，應該去評估背後金主身份敢有適合。一點點的牽強啦，龍邦要泰山就是要看好泰山的房地產，中聯只是3家公司的合資，是中聯子的決定，但是他有在公司開會的時候有提到超標。政治評論員王傑民認為講，中聯姓余總經理已經認罪，並且這個案件牽涉4間公司，所以講將這個案件牽拖到泰山背後的金主，這個講法有較勉強。致癌油風波引起各界無同款的看法，相關的案情有待進一步的調查。不過，這個案件已經登上全台食安，案件會安怎發展，外界攏真關心。